说阿公会在这里住哦，有几个，你看现在在这里住。他做了，我们就直接进去发馒头给他们吃，然后开始讲啊。但是这里就是土地公庙这样，然后所以这里是礼拜六我的辐射地点，就是会做未来做30，在庙口这边那个传福音，在30，这没有很这。我们过去有很多机会都有在庙，甚至在庙里面，甚至像嘉东，我们有下雨，他们说为什么不借庙，然后我就借，对啊，我们现在撒什么？可能消毒，消毒。哦，这边会不会有登革热？这里是客家村嘛？六根村、六根村和嘉东村都是。那这里的六根村、嘉东村都是客家庄。这非灾区。这里是不是灾区？六根村的路大马路是灾区，可是这里面不是灾区，所以我都在这里面不是灾区的地方开始做，就是做的方式跟他们因着救灾起来的有一点不一样，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他们是我们救灾很自然就已经跟他们认识，然后就一直关心，把他们聚集起来。这边非灾区了。这是古迹。哦，这古迹什么古迹？啊，这是我最早以前团契的阿嬷。哦。然后我可以跟他打招呼。要下来吗？也可以。等一下。你说这是什么古迹？那个叫西栅门。西栅门哦。对，等一下。客家古迹吗？对，他在这边跟肖家古厝啦那些哦，西栅门。都是西栅门。我跟他们打招呼。等一下，下来一下。